各位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恁母因为咱节目放送时阵的圣嘿，诞节可能拄啊过，所以呢，想讲即届来讲一寡跟圣诞节有关系话题。嘿，最近呢，我知影讲台湾的气氛呢诚震动因为立法院乱吵吵国民党搁伫遐咧乱嘿，所以呢，其实我几落日拢诚操烦是，啊。毋过呢，伫即个12月22其嗯，实有一个台语政策民间会议嘿，伫内底呢有看到足侪有志足认嗯，真做代志，嗯，我搁感觉讲，搁会当搁振作起来嘿，所以大家若有兴趣会晓去因的面册，看囡仔的手行台语的路，无就是台语政策推动联盟的即个面册买奖页，因嘿，拢有录影，所以逐个有兴趣会当去因的面册内底看因录影的部分，来讨论即个嗯，台湾的母语政策。嗯，对，讲倒来圣诞节呢，嗯，其实我即道圣诞节实在是真歹过，我来第二天就想要走为什么呀？毋知诶，就是因甲面母一直冤家我搁一直感觉因兜诶物件真正就歹食诶。上加上一直冤家啊？哦，阮翁甲因老母一直冤家，对。好，对啊，所以一想着讲圣诞节迄日都爱食火鸡，我就感觉就头壳就痛诶。因为逐个莫想讲，逐个想着火鸡，莫想讲是家己火鸡肉饭迄款诶绝对毋是嘿嘿嘿，就是你知影，就是迄种外国人咧烘鸡肉迄款，无汁，无肉汁，烘甲焦焦迄款，敢若咧食无味诶肉麸迄款感哈，觉。无肉汁吗？无啥物食诶，我毋哦，知影是毋是烘是阮焦的哦。对啊，无对，因为英国人拢会烘过头嘛，所以伊拢哦，会就迄肉汁都无对，哼，所以是一个足无美感诶一顿饭所以我可能别人因兜有传较好食毋过至少即个伙仔因诶圣诞节诶即餐，我是感觉无啥物美感嘿嘿嘿吼。嘿，好，讲倒来圣诞节咧，先来讲圣诞节的开销好恁敢有算过恁兜12月因为圣诞节即件代志，大概开偌济钱？大概包开嘛，包括牵人食饭准备礼物，牵朋友出去食饭、啉酒啥物，是迄款 social 牵准备礼物、布置出去耍等等。嘿嘿嘿。甲朋友出去佚佗，因为我诶朋友大部分拢是伫遮诶住伫英国诶台湾人，嗯想你着转去 Bristol 嘛，其他诶嗯嗯台湾人去欧洲嗯厝踅所以我这朋友之间呢无啥物开销。因为嗯嗯我看你找资料建议迄个圣诞节诶费用着开诶费用，我有真惊着想袂到爱开遮济钱。嗯阮兜算是传统诶所以无人伫圣诞节出国。我嗯通常拢是去阮逐家因兜过嗯圣诞节，所以我嘛毋知嗯嗯讲实物爱开偌济钱。毋嗯嗯过今年阮逐家来阮兜过，所以阮嗯前几工就去买一寡圣诞节要煮诶物件。嗯嗯嗯我发现是无我想诶遐贵因为阮平常阮就是食素嘛，食菜嘿嗯，对，圣诞节迄个菜诶价钱有够俗诶拢十几片尔，是哦，迄著是一包红菜头，嗯，着15片，好嘿，好好好，做济拢15片诶，雪迄款较做像迄个高丽菜营养迄款嘛是15片，好好好，嘿嘿嘿，哦，嘿嘿嘿。买礼物诶话，我是看逐个就是即几冬落来，平均逐个所开诶费用，买礼物诶费用去算，差不多是伫20磅甲30磅之间。嘿，嗯所以我是感觉无开偌济啦。囡仔礼物会小可开较济，因为爱买无共的物件，互因感觉讲，嗯
迄个 Santa Claus 送因足侪物件安尼。哦，是哦，啊，阮查某囝是较歹买，因为好，大概问因讲伊甲伊啥伊嘛毋知。啊，若问阮囝，伊就会当甲你讲安尼，一直讲安尼。嗯哼，啊，是阮大姑兜诶囡仔，因为年岁较大嘛，阮就直接包现金放伫卡片内底，互因去家己买家己诶物件。所以安尼算起来，可能开啊，差不多无到500吧。500以内。对啊，其实嘛袂足上重诶吼。袂。阮兜有一个传统，就是差不多12月初诶时阵，阮会去买现撮诶圣诞树仔，阮会互囡仔紧因家己教伊诶树仔，当场撮落来。撮落来了，早会载转来做伙布置安尼。布置。有诶人可能感觉撮树仔无啥好，毋过因遮若撮树仔，伊嘛是会进神诶，所以我是感觉还好啊。介像即款圣诞诶树仔，因是发较紧诶款，就是会一直发新诶。嘿啊，而且我感觉，因为英国足诚落雨嘛。嘿啊，足诚落雨嘛，就是冬天诶时阵嘛，足有起雾。我感觉树仔是安尼，迄树仔会生较紧。嘿，迄现撮诶树仔足芳诶，所以你囥伫厝内底时阵，伊有一个足芳诶茶诶味。伊迄个味会当会当差不多有1个月以上哦。结束诶时阵，就会有人来收迄树仔，所以嘛是因个会摕收转去利用，甲做迄个茶货啊，去烧，因为有诶人因兜有壁炉嘛，嘿啊。对。啊，恁兜咧？阮兜其实嘛诚省，因为阮兜通常做伙过圣诞，就是阮翁因阿母、因阿姑，因为因阿姑无结婚嘛，所以含咱做伙过。啊，佮有阮翁因哥哥含因女朋友。所以人嘛无济。阮头先呢，就是即个阿姑呢，伊嘛无法度出国，伊无护照，为什么？是毋知安怎，伊就无要办啊。对啊，就安尼啊。怀弟伊也无法度出国，因为无法度接受外国诶食物啊。所以伊无法度出国，伊是各种诶限制拢有心理上含物理上诶限制拢有。阮大家是感觉是希望迄款会足想要过迄款足传统诶圣诞节诶人，所以嘛无可能伊会含咱出国过。所以无论如何，圣诞节应该就是伫阮大家因兜过。因为做伙过节食饭，因就是一工加就是食外口一餐。咱拢会落来食1礼拜嘛。咱惊若4-5个大人，加一个囡仔，所以一工食起来嘛无超过100磅。冬天也无啥物所在好耍诶，所以规礼拜诶价，我感觉应该700磅以内绝对开会起来。而且是4个大人加一个囡仔。算诚爽诶，诚省。对啊。礼物诶部分，因为咱今仔需要准备4个大人诶礼物嘛。一个人差不多拢掠差不多30到50磅，所以其实买起来嘛袂超过200磅啊。对啊。所以我是小可去找一下英国遮诶统计吼。伊有一个研究，伊去掠讲，即个英国人今年诶圣诞节平均一个人会开偌济钱？伊讲平均一个人会开差不多买600磅伫咧圣诞礼物面顶。对600呢一个人呢？对，一个人。整体即个开销呢，是平均一个人923箍。整体就是你买礼物600磅嘛，了后呢，食物啊、出去佚佗啊、啉酒啥物诶，搁爱加300外磅。好。对啊。因为我感觉可能有一寡人因圣诞节正会较朋友去食 Christmas party 去Christmas party 对啊。反正你若是跟 Christmas 有相关诶，伊拢嘛卖甲足贵诶。对。对啊。
对啊，而且我有找着伊讲，即个以圣诞节相关的小卖来讲，英国人会开到全国会开到880亿，是全欧洲上济，比即个第2名的德国加要20%。嘿，到底谁在嘿，所以开诶？我的天啊，我毋知诶，英国人真正足够买物件诶，真正有对啊。厉害，嘿嘿，嘿啊，所以就亲像来讲即个礼物即项嗯哼，代志，恁兜圣诞节是含大家迄边诶厝内人做伙过嘛？对，安尼恁互相咧送礼物诶时阵，你是对一款诶？是 wish list 迄款会明讲暗示诶，还是拢用要诶迄款诶？我感觉阮兜遮诶人，因拢是看家己心情买，还是伊会讲对方介意啥。嘿，啊，我好好，通常我嘛是会讲对方介意啥，就是虽然讲我要，毋过我嘛是买我感觉我爱诶物件。哦，啊，毋过恁敢会足烦恼讲，敢会买毋着物件，对方若无介意要安怎？我无想过咧。哦，安尼哦，我无想伊可能无介意，我嘛毋知，无介意，若要转手搁卖嘛，无关我诶代志啊，反正我嘛毋知影。哦。嘿嘿我进前出国啊，嘿，我拢会就是我看阮翁若去澳洲佚佗，我拢会买一寡有诶无诶物件互阮大家啊。嘿嘿，比如讲伊去意大利就买伊迄种有花香味诶迄款抹身躯诶啊，嘿，结果我是买几组着有抹身躯诶，佫有香水，嘿嘿，结果送2、3冬啊，嘿，逐摆我来因兜，我拢看着伊诶迄个叫啥下间仔内底拢会囥迄罐我送伊诶，哦，哦，毋过拢无开过，我就感哦，觉足碍眼，我就讲嘿想讲，嘿嘿。我就想讲，啊是要互我用。阮大家伊是即个就是 Boxing Day 的时阵，迄毋是即个 Christmas 进前诶物件，拢会嘿，拍折，拍者就是拍甲什么啊打到骨折即款诶嘛。吼，啊，伊拍到着拢会骨头断，买足济，对嘿，对对。啊，伊买足济，伊诶囡仔还是阮着拢会互阮嘛。哦，真用即久用袂煞。哦是哦，真正够济啊！我的天啊！几若哦，组诶，直接送几若组，因为有一寡较庄脚诶所在，伊住嘿，伫算是 Wales 较庄脚诶所在，呵呵呵呵，所以因迄拢销袂出去啊。啊，销袂出去，哦，迄规组诶物件着剩差不多一磅两磅，伊着买甲做哈，伊着买甲做欢喜。毋过伊家己伊嘛会买伊家己用诶安尼，好好好好好好好，是真正哦，用袂了。啊，就想要爱诶，啊，我若佫摕着，我直接互你。多谢哦，免客气。所以若对。你是较介意人讲明讲暗示，还是讲摇诶？嗯，先莫来讲我介意对一款好啊，先讲嘿，阮兜诶是对一款。阮嘿嘿，兜是其实我一开始甲因做伙过圣诞节，我有小可惊着，因为我发觉讲因拢是直接互对方网恋，嘿。互对方直接试落付钱安尼。哦，哦，好好嘿，好好好好。所以其实头一冬头2、3冬我佫袂足习惯诶，所以我会互因提示，互因家己去买。嘿嘿嘿。毋过呢，结果因拢会买一寡足恐怖诶物件互我。最后拢拍算去啊。嘿嘿比如嘿嘿。讲有一冬我有甲开讲，我想要买会当做迄落诶红茶牛奶加粉圆诶嘿嘿嘿。物件嘿嘿，bubble 嘿。tea 诶物件。对对对对。结果伊买来是迄切诶是塑胶诶，看起来足俗诶迄款塑胶，而哦，且呢内底茶是用粉泡诶。我知迄款诶，就是做外哦，国人伫食，就是做英国对人伫食迄，嘿对，嘿嘿嘿。内底拢是迄个叫华语叫爆爆珠啊，对，都毋迄真是毋是粉圆，毋是粉圆，嗯，你知影？对迄化学味足重诶。对，我看粉体，我想讲好，不如互我现金，真对的。啊。
毋过因真有心啦，因竟然去找着即项物件。哦，嘿对，呐，煞来有几冬，因为阮大官破病，所以逐个拢阮大家无用咧照顾伊嘛，所以无啥物时阵通传这有诶无诶，所以迄当阵就是咱会提早落来，咱就去找一间店，比如讲 Next 啊，卖衫诶，还是大卖场诶，啥物货，还是着找一工咧去踅街，咱着物件选好，对方去付钱安尼。对，所以因兜是即款拢毋免药诶，直接用讲诶，对啊。所以我一开始无啥习惯，毋过后来我感觉讲，其实安尼嘛袂歹，因为我本来就毋是一个足介意 surprise 诶人。我做爱，因为我感觉因为我大部分拢会摇着，无就是对，我就爱搁爱假做足 surprise 诶，我搁爱伫遐演戏，我就感觉讲足忝诶。对啊，无就是因为搁有一项就是我迄个啥，我足济毛诶，敢是安尼讲？我足久毛诶，所以我即一项物件买入来，我足无爱阮兜有一寡用袂着诶物件，毋过物件人送来，也是我若是我无介意用，我就袂想要用，安尼阮兜就会贴一寡我无法度用诶物件，安尼我会足袂爽诶。对，所以我甘愿讲，我直接甲你讲我要爱啥，你就买迄互我，安尼是我见过诶，我就免伫遐烦恼讲我敢会无适合。安尼想起来，我感觉因兜诶人算是真贤送，伊拢送迄款你绝对用会着诶物件。收诶，有一当我是收着碗，这碗你一定用会着吧？搁有送啥物物送围巾，搁有一当是送迄保温诶干仔，嘿。搁有足侪茶杯啊，迄款诶，拢是足有特色诶，所以我感觉因兜算是真贤送物件诶。我是感觉因为因兜送诶物件是你会介意诶，因为因兜送我遐物件，我会感觉足眼药。毋过迄我讲，因为我感觉我都是用会着啊，就是啉茶，逐个拢会啉着嘛，对无？拢会用着。食饭拢会用着碗。我用会着诶定义甲你无共，我用会着诶定义是，比如讲像相扑啊、洗头棕诶啊、洗手诶、杀蚊，就是我用了伊会消失诶，你无就是介食诶，意的？对，食诶、啉诶，伊会无去。所以我就是懒拍定者，我食诶，伊就无去啊。我感觉咱会当换，就是你若收着啥物，你感觉你无爱诶，你会当互我；我若收着啥物我无爱，我感觉我当互你。伊就是做者相扑迄款诶物件。我足爱诶呢。讲到恁翁仔某之间，敢会互相送礼物？互相送礼物，毋领圣诞节咯，就是平常，比如讲过年过节啦，还是讲有啥物出去出张诶时阵啊，顺续买一个啥物物件倒来。阮免诶，阮无啥会相送物件。毋过我印象最深，就是我搭咧交往诶时阵，讲要交我圣诞节礼物。有一个你讲电话诶时阵，伊讲伊毋知要买啥，问看讲要破联互我敢会使。我讲当然嘛是会使啊，毋过千万毋莫迄款就是新型诶破联。爱怪你讲我赶紧讲嘛无一定啊，反正到先看再搁讲啊。讲反正你若无介意诶话，伊有甲迄个发票留诶，我会当摕。我若真正无介意，我会当摕去换。过来我转去厝诶时阵，我就随到我迄当阵做伙大诶朋友讲即件代志。伊讲吼，嘛无一定啊，伊无定伊会买像 Tiffany 迄款足好看迄款破链啊。我讲绝对无可能，伊遮 Q 诶人。结果我交换礼物诶迄天，我就听着啪啪啪，
面红八点声音。我规个，我真正是想袂到一件是要 Tiffany 的，我规个就硬去。就党本的呢吼，嘿呀，而且是大家做伙无偌久哦。嘿嗯，嘿嘿。所以伊送我遮贵的物件，我常常感觉我送伊的物件全无啥好。系啊，啊你咧？我嘛是，毋过我可能我感觉，因为阮拄仔开始交往的时阵啊，嗯，伊有送我一块sabun，就是蜡烛，你知蜡烛迄款sabun，就是嘿，足济七彩的啊，足济对对对，香味的，对对对，对。啊，我感觉讲，哦，足有心诶，足好诶，嘿嘿。毋过伊后毋免阁送啊，就是你无佮迄个味吗？嘛毋是诶，因为我有感觉讲，可能因为迄当阵较散，所以就感觉讲，其实毋哦，免开钱伫即方面啊，哦，好好好所以我就好好，直接甲伊讲，其实你毋免送我礼物，嘿，因为另外一个是我家己诶个性，我嗯是一个足嗯够款待家己诶人，所以我想要爱诶物嗯，件，我大部分拢已经先买好啊。嘿，嘿，我会送互家己，我是迄款读册的时阵啊，因为我可能我较好运啊，因为嘿，阮兜拢会支持我读册，所以对，我以前读册的时阵，我生日我就家己去百货公司拣一项物件，录阮阿爸的卡，然后想讲这嘿。是阮阿爸送我的生日礼物，安尼嘛是有影哦。对，对，我就是即款足够开钱的人。对嘿，啊，所以我其嗯，实都无啥物需要别人送我物件，因为大部分的物件我拢家己，我想要爱的我家己拢有买好啊。哦，我暂时拢是，像生日还是啥货，我就讲吼，你直接互我现金就好。对啊，系啊，所以你算是有仪式感的人吗？仪式感我感觉应该是吧，因为我过生日即款物件，嗯个结婚哼哼哼，纪念，嘿。毋过通哦，常生日你无一定爱送我礼物，我介意收卡片。嘿嘿哦，嘿，是哦，嗯。哇，其看会实出来吗？对，嘿，袂毋歹袂歹，过因遮是伊遮是有囡仔了，伊迄卡片写甲足无诚意诶，所以我会想讲，你直是哦，接送我钱好啊。嘿，我感觉我是一个仪式感，足低的人。哈吼，因为对，比如讲过年过节即款啊，我就无感觉一定爱牵厝内人创啥，还是一哦，定爱逐个坐落来做伙食饭。哦，因为我会感觉讲，因为比如讲，我会即种过年过节对我来讲的意义，就是牵厝内人做伙嘛。嘿，对所对，以我也感觉讲，你啥物要装啥物，其实无伤大的，对我来讲无啥物伤大的意义啊。啊，哦，哎呀，而且我若平常时拢牵厝内人好好啊相处，安尼我嗯，嘛无必要一定爱即个时阵牵人做伙出去人客人啊，哦，吼吼吼吼吼对。吼，所以其实我足侪当拢无转去台湾过年啊，我若是会使，我嘛会希望讲我的圣诞节毋免伫英国过。哦，嗯，对啊，嗯，因为我感觉上重要是，你平常时牵厝内人好好啊相对处，安尼对，才是上重要的。系啊，嗯哼哼哼哼。毋好，过我诚介意，就是阮细汉过年迄当阵诶气氛，就是逐个拢伫29暝时阵拢会去红顶仪牌啊，有嗯当时仔佫会小可小可跋筊嘛，会当安尼嗯讲嘛，嗯嗯嗯，就是拢无算足大的，我着足介意迄个气氛，佫逐个围炉安尼，我足介意迄个气氛。哦，嗯，我毋知可能我过年上介意的部分嘿，是29暝迄天下早进前，迄几工嘿，牵阮妈妈迄边的人伫菜市仔卖甜粿。迄是我上哦，介意的部分，因为呢，29暝拜了，拜地基主拜了，阮着全家会驶车去中华，共阮阿爸迄边的人食哦，好好食好好，食饭嘛，围炉嘛。
嗯，啊，毋过毋知诶，我因为感觉印象当中感觉中华就无聊。因为阮住伫足较庄脚诶所在，所以嘿，附近拢无啥物店嘛，所以你而哦，且咱也无车也无啥，嗯哼我啦，哼，就是当阵18岁以下嘛，所以咱嘛嗯，无可能出去外口讲踅一个 Seven 啊啥，嘿，啊个因要安讲，逐个嘛袂特别讲穿啥物物件通耍啊，是啥物货，所以定定足侪时间拢是足无聊，伫遐掠杀无相共。是哦，嘿，而且因为阮阿母足无介意转去中华的，所以啊，呢，哈哈哈哈，过年进前，堪伫中华迄段时间，阮老母定定都是咧臭面，就是嗯，洗面啦，嗯哼嘿啊，哼。所以迄个气氛我感觉小可迄落。啊，我感觉有一点无共是，因为阮妈妈无搭过我，我诶阿公阿嬷伫阮妈妈还未入门诶时阵，就已经过身啦，所以伊毋免啊，看人诶面色，伊要穿啥就穿啥。嗯哼啊，哼哼哼，阮爸嘛袂阮阿爸伊嘛袂甲伊嘛袂讲哦，你穿这穿啥无好啊，是啥物诶。嘿嘿嗯嘿，嗯所以我诚介意阮迄当阵过年诶气氛安尼。嗯。嗯，好，安尼讲礼物讲到遮呢，咱来讲一下圣诞节会食诶物件。嘿，咱兜伊是一定有一工会食火鸡，啊，过嘿嘿，顿工呢就会甲剩落来诶火鸡摕去煮汤，哦，对。啊，咱咧烘火鸡吼，烘出来了后，嘿，阮大家就会甲伊切片，因为就是无要互人食着骨头嘛，嘿，所以伊咧切片诶时阵，一定是切迄咸坎诶肉，对，迄鸡腿呢，拢会留落来，过顿工去煮汤。嘿嘿。啊，毋过迄鸡腿才是上济食诶所在，伊甲我摕去煮汤。嗯嗯，啊，续来呢，好，烘火鸡内底呢，一定会有烘诶青菜，嘿，啊，佫有 pigs in the blanket，就是迄盐肉包烟肠，哼哼哼，啊，佫有 fillings，fillings 嗯，我毋知影是啥货，就是一个足侪香料啊，含一寡肉丝啊，淡吼淡吼吼吼，做伙摕入去烘，有当时会变做甲做球，嘿，哦，啊，点心就是食 mince pie 含 Christmas pudding，嗯，啊，恁兜拢食素对毋对？对，食素诶，阮会家己做素食诶，迄叫啥物啊？Wellington，Wellington 对对对，伊就是Wellington roll，嘿，伊就是啥物啊？贝玲仔吗？菠菜是哦，贝玲仔，贝林仔菜，贝林仔嘿，菜，贝玲仔啊，甲迄落大粒诶香菇。呵呵呵呵嘿，呵，就是炒菜，啊大粒诶香菇，就是放一寡料种sauce，啊，甲嗯，迄个培玲仔放伫迄香菇顶管，啊用迄叫啥物皮啊？pastry 就是迄酥哦，皮浓汤，直接酥皮酥皮，迄款甲包开，啊摕落 嗯哼，oven。烘炉，我真正是摕入去烘炉烘，嘿，嗯哼嘿哼哼，嘿嘿，对。啊，虽然讲即摆看起来吼，主要是食火鸡，啊，毋过呢，其实历史上有过诚侪无共诶主菜，现代人嘛慢慢开始换牛啦、猪啦、鸡啊、鸭，还是讲像恁兜食素诶无共诶物件。对，对，啊，即摆来讲一寡即个历史吼，嗯，伫咧土著诶时阵，就是差不多16世纪诶时阵，迄当阵咧庆祝诶主要是伫正月6就是类似咱诶初12啊，就是嘿，这十二是就是为12月25号算起来第12天。哦，好好好好，因迄当阵是嗯哼，正月6号咧庆祝，嗯哼哼，啊，迄当阵是食野猪啊、鹿啊，还是鸟啊。嗯哼，啊，大概伫即个伊丽莎白一世诶时期呢，就是人咧讲诶即个大航海时代啊，嘿嘿，也是讲你嘛会当较政治正确地讲是各地开始互即个欧洲人侵略诶时代嗯，啦。嗯嗯，英国为美洲炸火鸡转来，英国哦，才开始食火鸡。
迄个哦，时阵虽然有即侪有钱人会食火鸡，历史资料内底找着的食谱嘛诚济，毋过大部分即个火鸡嘛是较中产的阶层咧食诶。嗯，迄当阵诶除了火鸡以外，英国来的即个圣诞大餐嘛会食鸭肉，嘿，较有钱诶呢会食孔雀，也是天鹅、天鹅。孔雀甲天鹅，听起来就歹食诶呢。说歹食，而且迄天鹅毋是女王诶财产吗？会当安尼食？对啊，因为迄当阵有钱诶人拢含迄落，拢含红色有关系吧？哦，对对对，对啊，嗯哼，对啊。嗯，我无法度信任英国人料理鸭肉会当料理甲足好食诶，无可能做熏茶鹅出来吧？你想济啊！无就是迄种沙沙诶，出来切片了后，阮迄豆油含迄落豆油含啥我毋知，蒜头。还无可能做甲迄个程度，嗯，对啊，所以听起来都无足好食诶。嘿，系啊，搁过呢，17世纪中有一段时间呢，是即个清教徒诶种款，嗯因较追求即个六根清净，嗯所以呢，含圣诞节有关系，即个庆祝、唱歌啦、食青草等等，拢是互禁止诶。嗯哼，毋过到即个九卷时期咧，就是大概即个18世纪初，嗯，圣诞节的庆祝都搁开始足澎湃啊！嘿嘿嘿，对有钱的人来讲，伊用即个机会邀请朋友来厝邻 party，还是讲去朋友因兜 party，因着跳舞啊、唱歌啊、仪牌啊、啉酒安尼，嘿嘿，就是伫个展看家己的厝有大大的一个机会安尼。哦，趣味的是呢，伊这现在九卷时期诶，即个圣诞节的庆祝会遮丰富呢。因为我咧找资料时候发现讲，George 后壁诶英国皇室根本就是德国人，哦，是哦，你对 George 本人就是德国人哈，，George 一世对，嘿嘿，因为因某是 Queen Anne，Queen 嘿，Anne，安妮皇后，伊嗯哼，迄阵时阵，伊Queen Anne 呢过身，嘿，伊有生一寡囝，毋嘿，过遐诶人全部拢是天主教诶，所以会当甲即个皇位传落人内底，George 是排足后壁，毋过伊头前全部是天主教诶，所以只有伊是基督教诶，只好嗯，传互 George。毋过 哦，George 是一个德国人，伊嗯，呢行来会晓讲德文，啊，安尼是对，要安足怎统治？神奇诶！怪啊，更神奇诶是，伊咧在掌权诶时阵呢，伊大部分时间拢无伫英国诶，毋过伊是英国诶国王呢，安尼是要创啊？毋知啊，就是因有一个翻译啦，哦，对，因囝呢，即个 George 2世，嘿，伊才开始学英文，嗯哼哼，对，足神奇诶哦。嗯，了落尾到就是即马的 Windsor 啦，因嗯，诶因诶哦哦，对对对，因诶郡基本上就是德国人啦，对，对。嗯，好，anyway 呢，英国诶即个头一丛圣诞树仔是 George 3世诶太太，伊嘛是德嘿，国人，早入来英国诶。毋过呢，即个圣诞树仔即个物件，爱到 Victoria 时期才开始变流行。哦，对，这是一个小知识。嘿嘿，好，讲到即个食物呢，为17世纪开始到即个 Victoria 时期，Victoria 差不多是20世纪初，主嗯，要拢阁是食火鸡含鸭肉。嘿，迄当阵劳感阶层呢，规年通天拢爱好好欠钱，圣诞节才有法度买一只鸭当去厝里食。嗯哼，因会加入一个鸭肉社团，一礼拜付一点钱就去我感觉有时就像嘛毋是兑货啊，对可是一对对对，礼拜付一寡钱入去最后圣诞节甲即只鸭送去社区的巷路巷巷诶，早当去厝诶食。
对。遮佫有一个趣味的小知识，就是有足侪咱今仔日庆祝圣诞节的做的代志，拢是 Victoria 时期才开始的。比如讲装饰圣诞树啊，寄圣诞卡片，个含食火鸡，这拢是 Victoria 时期才开始穿起来的。对，安尼嘛算流行真久啊呢吼。差不多720档，Victoria 是1901的时阵结束的。好。对啊。即差不多1920年代呢，因为即个战争的关系，足侪人的厝内底圣诞节已经无法度买肉，连政府拢无肉，所以呢，大部分的人只有法度食青菜尔。40年代呢，开始有一寡肉，毋过迄当阵因为是战争和战争中嘛，所以嘛是真散啦。所以就是主要是一寡肉丝啊，边仔拢爱加足侪迄个根类的青菜，比如讲红菜头啦、马铃薯啊，互伊看起来较有野。到50年代呢，战后嘛，出去烧钱的厝内人转来厝的桌仔顶嘛开始出现肉，先大量出现的是即个项羽肉。到60年代，即个火鸡才开始大流行。对。进前毋是讲因拢大部分拢食鸭含火鸡嘛，其中即个鸭是较中下阶层的人食的。毋过战后开始会当开始大量的养殖的技术了后呢，即个鸭较歹饲，可能较歹嘛，所以就慢慢退流行啊。即个所以即个火鸡就开始变做一个全民拢会当食的物件。就大概圣诞节拢会食火鸡安尼。到1990年代，一档的火鸡消费量是超过3000万只。规年烫天。毋过应该有超过一半是圣诞节的时阵食的。到即马现代就是咱即2-3档，因为大家开始流行食无共物件嘛，所以即马已经减少一半。2021年的统计，一档食火鸡差不多食1500万只，其中900万只是伫圣诞节食的。对。我足歹想即个数字，因为就是我食素食嘛，看了遮我感觉哇，有够济啊！系啊。毋过因为因6000万人所以对啦。对啊，一档台900万，差不多是6个人食一只，对不对？难道就是拄好6个大人食一只？数学够好诶。对啊。即几档我定定甲阮翁讲，我咧甲伊吐啊，我讲你会当甲因恁母讲会当食别项无啊？火鸡真正足歹食诶。毋过有定定去他摕啊，毋过我感觉真正无法度，因为我感觉因母就是真传统诶人。而且伊竟然今年甲我讲啥呢？伊讲因阿舅无爱食猪肉诶。为什么我想讲什么意思啊？迄因菜毋是食甲足欢喜诶。因阿舅诶迄个经食起来就我会互伊气落去。你敢知影伊会食 cheese 嘛？毋过有当时咱会食红酒啊，得去买一寡 cheese 转来配。伊问讲这敢是法国的 cheese？ 这敢是法国的 cheese？ 因为若法国伊就无食。为什么啊？毋知啊。过一个淡水河变英国的伊就要食呢。神经病。有够好笑啦！不过我感觉即款的英国人真济呢。对，足奇怪诶。英国人有啥物食的迄个遮奇怪啊？对啊。有够烦的啊。系啊。准煞去啊。因较好食物件无缘分啊。真诶。安尼嘛算可怜。我就祝福因啊。
好，安尼今仔就安尼就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快乐，高谈平安。油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搁青。来对落水溪，参农民徛同齐哦，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溪，请人客，上生气的土地。油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搁青。